来看好了，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猪子叶，一定要选择这种青的猪子叶，比较嫩一点的，直接放锅里边。锅里边来2把大黄豆，家里边做酱豆的那种都可以。来点大红枣，多点点。加入黄河山泉水，这个水不用加太多，满锅这个猪子叶就可以了。盖上锅盖，注意入香时间。刷到这个视频的你，肯定是个有福气的人，能不能给我点个赞，让我也沾沾你的福气？祝点赞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多挣钱，少生气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一炷香时间到了，咱打开看看啥样。看漂亮不漂亮？这个汤熬成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盛出来一碗尝尝，光要汤不要叶，看多红。咱这个猪子叶茶一定要趁热喝，喝了好的很。